好，關於木雲左岸最新消息，重大利好。呢個係深圳地鐵投標採購平台最新公佈中標候選人公示。呢個工程係關於昂鵝車輛段上蓋綜合發展項目2期工程勘測成交候選人公示。見到啦，中標候選人公示係啱啱12月2號，關於工程勘測嘅。咁關於2期喺邊度呢？其實就係木雲左岸就係手指呢一度，2期呢就係車輛段個頸位嘅下邊一個綠色嘅山，要斬樹嘅地方嚇，同埋佢上蓋嘅咽喉嘅呢一部分。起出嚟之後呢，就會係咁樣啦嚇，一個斬晒啲樹咧，就會起8棟住宅，一個小學加初中啦，同埋咧上蓋嘅一啲嘅商業同埋休憩嘅地方。呢個咧係工程勘測嘅，中標咧就係深圳市市政設計研究有限公司，中標價係200萬度。另外仲有一個咧，就係更加緊要，就係個地基工程啊！呢個就係2期地塊嘅土石方基坑支湖樁基工程施工成交候選人公示，係12月4號放出嚟。中標咧係中建三局集團深圳有限公司，中標價係1億4000幾萬。佢係一個地基嘅工程咧。至於佢上蓋咽喉嗰部分咧，佢上面已經見到一粒粒嘅柱頭咧，佢都會將呢啲保護性嘅柱頭咧拆除嘅，就正如呢度講，就係呢啲一粒粒嘅，就會將呢啲柱頭鑿翻開佢，準備喺上面咧建好啲鋼筋之後咧，繼續咧係倒石屎起上去啊！咁我哋依家都係集中喺2期嘅招標，同埋咧係合約咧係成功招標嘅嚇，就係個咽喉部分呢一度，同埋呢度有樹需要斬樹嘅地方，綠色嘅地方嚇，係關於呢度嘅地基。好，講到呢度啦，今日。